特別消息，深圳最新嘅海鮮集市火鍋正式盛大開幕。而家係29個幾咋，大家快啲上去大眾點評搶券啦！知道這個黑金鮑算是鮑魚當中的勞斯萊斯啦。點到薄切咁大片嘅，走咗咁大隻腳掌大生蠔，哇！仲係新鮮喺度喐緊。仲識喐啊！產地真係哪裡㗎？挪威三文魚嚟㗎，成個屠場啊！雪花好靚啊！啲花紋，和牛都有得食啊！店員幫你服務，幫我哋搣晒。睇片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K 貨加男。哇！食咗好多好多。大家好，我係喵，由深圳地鐵1號線嚟到江夏站嘅 D 出口。出站之後呢，我哋需要去對面馬路啊，有一個斑馬線呢，大家可以過馬路。到咗對面之後呢，轉你嘅右手邊，一路直行，大概行3-4分鐘左右啦，就到今日嘅目的地啦。大家熟悉嘅卓越煙灘購物中心。由福田口岸打車過嚟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。我哋喺南洋銀行呢一個位置咧向前行，行前少少望上去已經見到好多廣告牌啦，寫住鮮分水產，係深圳最新開幕嘅海鮮集市火鍋，有成2000平咁大噶。箭嘴指住嘅咧係升降機嘅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直接搭 lift 去3樓咧，就可以去到呢間餐廳噶啦。營業時間係11點去到晚上嘅1點。大家好，我係喵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全新嘅海鮮市集火鍋品牌啊，叫做鮮分水產。我嚟到嘅時候呢，今日係第一日營業。首先講咗啲優惠俾大家聽下先。香港人呢，攞住你嘅身份證過嚟啦，或者上去大眾點評呢，而家係做緊68蚊可以袋100蚊嘅現金券啊，最多可以用3張。大家而家呢，已經可以即時去大眾點評嗰度搶購啦，隨時退過期退。新店開張一定好多唔同嘅優惠啊福利啦，大家去大眾點評呢，仲會見到一啲小青龍做緊特價㗎，千祈唔好錯過。數碼入群呢，另外仲有10大特權送俾你啊！例如一啲每日嘅特價啦，買1送1啊，霸王餐抽獎等等等等啦，非常之多唔同嘅福利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哋今日嚟到又見到 Beta 同埋小豬啊 ！Hello。你數碼點咗鍋底先？呢個雙拼喎，雙拼17個9。椰子雞鍋、粥底鍋、滷水鍋，滷水鍋幾得意喎！哇，好多喎！牛油鍋、番茄鍋、菌菇鍋、牛骨鍋、五指毛肚、無花果雞、青花椒、花椒雞酸湯，真實價格不打虛折啦！寫明咧係幾多錢？最平咧3個9毫8至到59個9毫8都有，亦都有啲限時優惠，粉紅色嘅碟係9個9啊！你想食乜嘢啊？雪糕。你想食雪糕，除咗雪糕咧，仲想食乜嘢啊？食麵。我呢度最欣賞係有車仔。好，咁你負責推咯喎。好啦。這個小青龍是不是大眾點評老邊鋪價的？現在多少錢？原價是39塊9毛8，那我們現在做特惠價的話是29塊9。而家係29個幾咋，大家快啲上去大眾點評搶券啊，隨時退都得，大家可以買咗先。跌咗出嚟咁多高嘅，呢個小青龍。古巴龍。古巴龍，對，古巴龍蝦。咁呢個係點樣賣？一隻半隻的話138。隻麵包蟹走咗，我去想收工，他下班啦。對，這隻麵包蟹的話只要168。哦，168一個麵包蟹。這個松葉蟹嘛？對，松葉蟹1/4這個來賣的。哦，1/4咁樣賣，幾好喎！這一個人過來吃都可以。對，像這隻波龍的話，只要168。168一隻。對，168。哇，好多靚海鮮，走啊，全部都走。新鮮活魚現殺現宰的，然後完了之後是拼盤3拼，
的龍大。對，這個其他海鮮品牌就沒有這個服務了。對對對對對。59個9毫8再600折喎，呢度黑色款嘅魚啊，東星斑嗰啲全部都係50零蚊再折啦。膏蟹45個9毫8，我講嘅價錢都係未折㗎。膏蟹，啲蘭花蟹啊、大花蟹、三眼蟹、大閘蟹，而家咁快有得食咯喎！哇，仲係新鮮喺度喐緊，有大有細嘅。仲識喐啊！黑虎蝦、小花蝦、羅氏蝦，這個是海鰻。海鰻啊！對，我們是活魚現殺的。出邊未必有㗎。斑魚，哇，魚嘅種類都好多喎。特價9個9啊！呢個今日特價跟限時特價，有一些像這些魚的這個品種啊，我們都基本上就粉盤。今日特價。對，只要9塊9。9塊9。對。今日特價，大家記得掃碼入群啊！過嚟食飯，哇！海鮮拼盤30幾蚊，一個人嚟食正喎。呢啲每樣少少，一隻生蠔啊，有啲螺，有啲羅氏蝦，哇！咁大隻嘅，好大隻啊！這個是什麼生蠔？八家的生蠔。八家就是最頂級、最大的那種八家生蠔。哦，最頂級、最大嘅生蠔啊！原來喺啲餸菜下邊咧，就有嗰啲魚缸喺度睇到晒嗰啲魚噶啦。喺下邊睇魚啊，啱晒！我哋喺度攞海鮮，喺度睇下邊嗰啲魚。鮑魚都有好多種啊，3頭鮑29個9毫8，4頭大圓貝帶子。哦，你幫我處理㗎，謝謝。哦，洗完之後戒晒花嘅海螺、天鵝貝、西施貝又係比較少見。老人家吃得很好，小孩子吃得也很好。哦，好有營養價值啊！西施貝、大海螺、小海螺、青口、海南花螺、花甲、沙白、絲坎、美貝、珍珠貝。哇！這個是香河蚌嘛？對，我們專門從福建拿過來的。這個是多少錢？15塊9毛8。哦，有5個，呢個好得意喎，係肥到出晒嚟喎啲肉。呢個我要食呢個。呢個是黑鮑魚，黑金鮑，算是幺九八嗎？對，幺九八那麼便宜。對，一個198。198。對，會懂貨的人都知道，這個黑金鮑算是鮑魚當中的勞斯萊斯啦。對，要一個黑金鮑。燜燒。哦，好。呢個黑金鮑真係必點啊！手快有手慢冇啊，佢仲幫你切晒片、擺晒盤咁樣上嚟㗎。特別要讚佢哋呢，我哋平時呢啲冰盤呢，食得耐咗會溶晒水㗎嘛，佢呢度有吸水服務㗎，佢會即刻走過嚟幫你吸走嗰啲溶咗嘅冰嘅水，要值得一讚啊！另外呢度亦都有燒烤服務啦，有啲烤蠔啊、烤榴蓮啊、烤蝦啦、羊肉串、牛肉串咁樣，我哋就點咗一份嘅羊肉串。即叫即燒噶，估唔到小姐係咁中意食呢個羊肉串啊！佢係第一次食噶咋。呢度有刺身房，我啱啱劏緊三文魚啊，師傅。是產地在哪裡㗎？挪威三文魚嚟㗎，大家放心食，同埋真係好乾淨，喺個刺身房入邊做嘅。有北寄貝、甜蝦、張紅魚、魷魚、三文魚、金頭雕、金磚鵝肝。3歲小黃牛喎，呢度全部隔晒玻璃咧，好乾淨。潮汕牛肉，哇，靚到雪花好靚啊！啲花紋，當天現殺嘅都係。哦，雪花吊龍、嫩肉，260日嘅脆皮雞，細細碟幾好啊，15個9毫8。有胸口油啦，有啲肥牛羊肉卷，有國產和牛啊！呢個花紋好靚喎。和牛都有得食啊！細細個擺到好靚啊，全部嘢都好多好多，講都講唔晒。花膠紅極深、海螺唇、甲魚裙邊、冰山蚌、墨魚仔、海螺、貝柱、珊瑚蚌、雪花帶子。頭先店員介紹都有超過100款嘅酒水啊！一啲有品牌啦，農夫山泉嘅飲品，好多好多唔同款式。都係香港人飲開，麒麟啤都有，青島麒麟。呢邊就係藍妹啦，阿 Saki 啦，楊枝甘露喎，一杯杯用包晒嗰個紙膜喺度，好乾淨。西瓜碎奶喎，幾得意喎，呢個攞俾林林飲先。同埋小甜品啦，細細件嘅蛋糕。呢個水果係好靚喎，一份份包晒膠蓋咁樣，好似啲 coffee shop 咁樣，提子。
平時最唔中意搣保鮮紙嗰個環節啦，會成手濕晒。呢度就店員幫你服務，幫我哋搣晒。拍咗幾百間餐廳都未見過咁大隻，係大到成隻腳咁大隻，唔止巴掌大，腳掌大生蠔。黑金包嚟啦，好誇張，擺晒盤㗎。佢仲要咧係片到薄切咁大片㗎。哇！我攞個粥底嚟淥黑金鮑魚粥啊！強烈建議一定要揀一個粥底。我哋另外咧就揀咗一個無花果拼菇菌湯。粥底霎海鮮真係絕配嚟㗎，可能嗰啲米嘅關係咧，令到嗰啲海鮮更加鮮甜綿滑㗎。我成日都話呢一啲嘅自助海鮮火鍋咧，最啱一家大細嚟㗎啦。我哋就食海鮮，食黑金鮑魚，小朋友咧食一啲丸啊，食個麵就得㗎啦。特別推介咧去呢個芝士丸啊，呢個芝士雞蛋咁樣啦。咁佢食落去咧係有流心芝士爆翻汁出嚟，嘉南就好中意食。呢度就比較多特別款式嗰啲餃咯，有一個燕餃都好食，同埋呢一個蟹柳啊，好大條啊，15個幾有4條。我哋就繼續砌海鮮啦，大人梗係嗰隻瀨尿蝦真係有嘉南成隻手臂咁長，手臂長瀨尿蝦。另外牛肉真係 OK，嗰個胸口油好正，胸口油加雪花或者胸口油加吊龍，超好食。我哋食咗3-4碟牛肉啊！通常呢啲海鮮餐廳咧做肉類就冇咁精嘅，佢呢一度咧居然係一個屠房咁樣去切牛肉啦，好大陣仗，真係唔錯啲牛肉。我哋完全冇睇價錢，想食咩就食咩咧。我諗住呢度應該要600-700蚊嘅，我哋4個人過嚟食飯啦，起碼都700蚊啦。我哋又食晒鮑魚啊，咁大隻生蠔，有小青龍啦，又有瀨尿蝦，又有黑金鮑。等大家估下幾多錢先，我唔開估住。呢啖海鮮粥好正好正，記得唔好加咁多水啊，要濃縮到最後咧，嗰啖粥真係正。最後懟多碟三文魚刺身。我朋友就好中意食呢個海鰻啊，佢話嗰個皮咧好 Q 彈啊。我真係要讚下呢度嘅服務啦，非常之貼心，同埋個個都係好清潔乾淨啊！啲店員係咁 say hello， 同埋呢度有洗手間嘅，呢間餐廳亦都係非常之乾淨。而家新店開張，除咗頭先提過嘅600折優惠之外呢，其實香港人過嚟更加可以用港幣支付1對1嘅。但係如果600折相比呢，我梗係推介你哋用600折優惠啦。哇！正唔正？我仲喺下邊，我哋食咗成兜哦，這樣子就可以一次過燒。對，這樣就可以炒飯。我已經燒了，它就不會再重複的。它這個不會重複的，只會燒，就是只會我們這邊燒的話，只會燒少，但是不會燒錯。哦，不會燒錯的。對，好先進喎呢個。而家係552個半3加翻204，即係我哋而家456蚊就埋單啦。4個人食咁多嘢，居然係400幾蚊埋單。大家有興趣咧，就過嚟呢一度用餐啊！臨走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叫做 K 火嘉南。拜拜。